大家平时的时候，身体有没有一些地方觉得卡卡紧紧的，又伴随一些头晕目眩啊、耳鸣的症状啊？那甚至我们怎么去按摩放松，却没有太大的改善或帮助。那甚至我们在运动的时候，觉得无力感啊、平衡感变差啊，那你可能是筋膜出了问题喽。如果你也存在以上这些问题，今天的影片得好好看下去。那在这之前，如果你对物理治疗以及肌肉骨骼相关的小知识有兴趣的，可以帮我们下方点赞、订阅、加分享，跟我们用后侧的触碰这条线。欢迎来到极致生活，我是阿文。什么是筋膜？那筋膜它是一个结缔组织中一个特别的一种，因为我们这个结缔组织有包含骨头啊、软骨啊、血液啊、脂肪啊、韧带啊、肌腱啊、筋膜啊等等等等等，那都是主要由一个胶原啊或者一个弹力蛋白所构成的哦。筋膜扮演一个绳子的角色，那它负责是传导我们一个各方向一个拉力，那从外面包覆在我们肌肉啊、内脏啊、神经啊、血管各个组织的器官，那它就像弹力带穿梭在我们的组织之间，那既是一个我们的组织器官的一个中间的隔阂，也是我们一个作为组织之间一个连结哦。而这些全身上下里里外外的筋膜，构成一个彼此相连的一个网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说一个筋膜牵一发动全身。由于我们筋膜是一个负责力量传导的，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外力的巨大撞击拉扯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一些纤维断裂的现象哦。那筋膜常出现状况的问题有哪些呢？筋膜受伤常见的就是我们一个受伤后的粘连，肌肉跟肌肉之间的筋膜如果今天一同被切开的情况下，但它在一个愈合的过程中，新的一个组织它无法准确的分别说，不同的组织的差异性啊，我该去往哪里长啊，它没办法去区分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会将我们一个肌肉跟筋膜的部分啊，甚至一些周围的组织啊，全部都揽奏会，也就是变成一块揪在一起了，变一块了。那我们今天的肌肉跟筋膜，因为无法像原本一样顺利这样子滑动嘛，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粘连咯。筋膜粘连可能会让你觉得身体卡卡的、紧紧的，又甚至是活动度受限。再来就是力量的传递可能会受到干扰，再来就是维持我们身体的姿势会受到影响。过去我们这些都会归咎于是我们的肌肉啊、骨骼啊，或是关节受伤所造成的结果。但现在发现，其实有可能是我们的筋膜受伤的结果哦。肌筋膜疼痛症候群的人有哪些症状？在他身上，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个像绳索一般一条硬硬的一个肌肉，那一个很特别的痛点，然后再是我们用手去触诊它，去一个按压它的情况下，那他常会觉得一个局部啊，或是一个扩散到远处一个疼痛感。那再来就是这些人常常会在活动的时候，关节活动，觉得就很明显的不适。再来就是一个颈部一个肌筋膜疼痛症候群的人，可能会出现一个平衡感啊变差，或是一个头晕目眩、耳鸣的症状，进而跑到耳鼻喉科去检查哦。肌筋膜疼痛症候群该怎么去治疗呢？一个是筋膜疼痛治疗，我们常见的手法就是我们一个徒手治疗，再一个运动治疗，再来就是我们一个姿势一个矫正哦。若要预防肌筋膜疼痛症候群，平时该注意哪一些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保持一个正常的体态、正确的姿势。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矫正我们身体的左右边的不对称。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慎选一个符合人体工学的一个家具。第四个，我们平时要保持一个伸展的运动，都要多做一下。第五，我们要避免肌肉受到一个不正常的一个张力。第六，就是我们要均衡饮食，那要维持我们一个维他命 C 或是一个矿物质。那第七，就是要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第八，就是要降低我们一个身心灵的压力。再就是我们的焦虑啊，或是抑郁的那个情绪。第九，就是要避免受寒，因为冬天的话，我们肌肉容易紧绷。那第10个就是我们要控制我们一个代谢性的疾病哦。一旦发生了，建议尽早就医，我们寻求物理治疗或是医师或是我们的医疗的协助，以早日脱离一个疼痛的折磨。那如果你也是因为一个筋膜疼痛的而烦恼的人，可以在下方留言区留言讨论。那如果有想知道其他资讯，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讨论哦。好，又到我们的 Q&A 环节。有人问说，扳机指的话，用瑜伽的话可以改善吗？那这个方面我不知道你是做哪方面类型的瑜伽，但通常瑜伽是针对我们一个腹部核心肌群的一个运动训练。那我们通常不建议说它是针对一个扳机指。那我们通常扳机指会建议做一个它属于它一个运动训练以及它的伸展放松的手法会比较好一点哦。好，那我们感谢阿文。
好，最后请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别忘了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还有追踪我们的脸书跟 IG 哦。我们下期见，拜拜。